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小朋友，6月27號1點至2點，阿粒會喺尖沙咀對溫誠品分享圖書同埋講故仔嘅心得。有興趣就上 Facebook 話我哋知，幫你留位啊！今日要講嘅故仔係《短暫的彩虹》，作者阿粒。好耐以前，喺天空嘅雲城堡上面住咗一條好特別嘅彩虹。佢唔似雲一樣咁輕，唔似太陽咁猛烈，而係由7種最靚嘅顏色組合而成嘅彩虹。佢嘅紅色好似熱情嘅火，橙色好似香甜嘅橙，黃色好似溫暖嘅陽光，綠色好似充滿活力嘅小草，青色好似寧靜嘅湖水，藍色好似神秘嘅夜空，紫色好似夢幻嘅薰衣草。我係世界上唯一有咁多顏色嘅彩虹啊！不過我只可以好短暫出現。原來彩虹每次出現都係好突然㗎。每當落完大雨，太陽出現喺天空嘅時候，彩虹就會靜靜出現喺雲嘅後面，好似一條連接天空同地面嘅橋。不過好多時候，雲都會遮住佢部分嘅身體，又好快會消失。唔通佢係好細膽嘅？唔係啊！我最鍾意就係用七彩嘅顏色，令原本灰暗嘅天空變得有生氣啊！只不過當太陽越猛烈，我就越淡色，最後消失喺天空中。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。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。